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汪小 K。看到我后背咧动脑嘢吼，就是突然台海路界哦，讲到咧台海起，大家体现上多界，就有百年历史嘅跳浮棍产业哦。不过前一步呢，因为爆发出嚟咧个食运风炮哦，咧做跳浮棍嘅过程，实违法添加咧个二甲基往安个本案。咯，所以消费者嘅信心受到动态嘅冲击。还看呢，都是因为安样了个冲击，市政府咧都提出来讲，上个新的了个跳浮棍产业转起为集中咧管理掠到线上嘅过程。还个了个转起嘅规划提出咧对菜地嘅产业嘅业者来讲系好消息么？记到有嘛个想法，嘛个欣赏。因为村民台会今日来到掠达要闹现场哦，菜地嘅业者还有公部门嘅代表或者专家共下讨论，影片去到讨论现场。开会了！大家咧下天天强调咧到出面台会嘅讨论现场哦，因为咧下度咧到咧台海起福音奖嘅免挑签哦，看到咧嚟动动音，提前咧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嘅投票里边，其实为嘅绍介系突然县政府经济发展局嘅副局长王允成王副局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乡亲大家好。欢迎副局长，听议会里边呢，因为绍介看到系突然人，一个其实系变做突然时咧吼，跳浮送入通入公会嘅理事长李厚明李理事长你好。我们3位议员及我们所有豆腐业者的大老板，大家午安。好，非常安有尽心哦，分享你。其实为里边呢，佢系专门了研究了个食品安全嘅检验哈，佢嘅专家介绍的是何博士何忠平先生，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各位议员，大家好，我是威海公司何忠平。好，欢迎里边老你强下对关心投入台海嘅跳浮棍嘅产业哦，现场看到上感毅然哦，议员们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当然，现场呢，因看到因操作系了做跳浮棍嘅业者，还有因菜地嘅用进，大家好，分享吼，大家继续动关心。因讲到啊，了突然嘅台海起啊，吼，都跳过呢些日前台湾涉台棍共小金嘅提一名哦，还看呢其中最有名嘅就那个台海路界那个跳浮棍嘅产业哦，其实最早呢，都民国初年嘅时节，该东西家户户都有都该做跳浮棍的哦，都竟然有百年嘅历史咧。当然，你下棍工行都系认真认咯。现在透过样片来看到，俩大伯百年嘅跳浮棍产业，佢多大方法系嘛嘅，还看俩台海路界又系一条用个界界呢。多干几个，还有什么？来，那小姐往后面来哈。工作人员数目提高，各种嘅跳浮杆设立一站又一站，细细等台前人下排到匆匆，大家就去味道也好美食。黑豆干最有名的啊，后来一直增加一些就素鸡、素百叶这些东西出来，还有这个花干。木头都滚泡泡，香喷喷嘅跳浮杆，一部对早晨落到暗部，本蛋拍摄嘅跳浮杆，爱落到咖啡色，美食酱油食落去。其实特别的好多叶薄啦，主要吼几个卤汁，牛眼的有个米荒牛好也多气坏了，但是肉有甜，肉甜的都好吃的，全部都懂好吃的，以前小时候没有那么好。繁衍嘅好美食，从细食到大，来一阵桃园太海，天错爱来食。我们的黑豆干，手工乌豆干，其实这个外面黑色的部分是焦糖。太海一定出名嘅烏跳浮杆，皮盤又糊，熱那下去十分有彈性，食落嘴凍食菜又成啊！今日到對老祖公數好，接下來傳嚟漸漸為100年嘅家族生意過後，面到第食品地度，家業文化也好美食。包裝上面，我們加了一些大溪的巴洛克式牌樓，讓消費者知道說，原來這是從大溪這個地方出來的，保有它傳統的文化之外，我們也有創新的角度去看它。加添嘅地方元素，商品就行較上癮呢。六街巷跳浮杆店乃就有，大間都行出自家嘅特色，日本也十分有名又傳統嘅台灣小食，繼續傳下去。样片都看到俩跳浮棍主都用扫毒，如果紧紧捆起来动声音动熊而起的。不过这些消费者如果知道这些看起来貌似美味的这些豆腐，如果里面含了2甲基黄，或者是过量的防腐剂，或者是过量的漂白剂，
那消费者还敢吃下肚吗？当然，大家也会想讲，用讲俩主席个东西，俩业者用有违法，甲俩不达不起个东西呢？今天我们呢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其实从小呢家里就是在做豆干的产业生意哈，然后一路看到大，然后后来年轻也回乡，接下爸爸手里的事业，开始做豆干。我们请这个做豆干的专家哈。在地的业者跟我们一起来解析破解一下，到底在这个产制过程中，在这个豆腐加工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加了这些违法不应该加的东西？那我们看到说，黄豆泡水以后研磨煮沸就变成豆浆了，对吧？然后呢，我想请问一下詹先生哈，这个研磨的这个过程要加消泡剂，那是为了什么？研磨的过程是不需要加消泡剂，那它在煮沸的时候，因为豆浆里面含有皂素，所以它会一直冒泡泡，那会造成一个假性沸腾，因为你倒锅了，对，等于豆浆会没有煮熟，然后就会变，就是我们会直接拿来用。那为了避免这个泡泡形成，所以呢，我们就加了消泡剂，好，那让上面的泡泡消掉。是可以合法添加的。那如果违法的厂商要加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会在这个过程加了什么呢？是像我们这一回所发生这个毒豆干事件的这个千星豆干原因就是因为我一样大家都在卖消泡剂，可是如果你用我家的消泡剂所做出来的这个豆干呢，它经过油炸之后，它的颜色更漂亮哦，那它的保存期限更久，那我这个消泡剂我就可以卖贵一点，我的这个销量就可以大一点，所以呢，这个千星的这个业者呢，他就直接在消泡剂里面加了二甲基黄，那二甲基黄它经由油炸之后，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色素。事实上，在各家的厂商如果真的要合法经营的话，是不可以加二甲基黄的。是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次做到新鲜的豆浆，大家走在里面哈，它看呢这个脱渣凝固之后呢，可以做成豆腐哈，也可以压水之后做成豆干。其中我们看到凝固是加了这种食用石膏硫酸钙，可以让它的组织变成固体哦。是。那如果真的要做手脚，在这里可以做吗？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是一个成本考量，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食用石膏的部分、烧石膏的部分，政府已经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本土台湾产的或者是进口的，它都是有我们这个卫福部的食品添加物证，它都是 OK 的。那当然会有一些业者，他就会想说，我用这个工业的石膏比较便宜那我就会把它可能用混杂的方式，或者是我去请一个有效的食品添加物证，可是我卖2支产品 A 货跟 B 货给你，那我 A 的是有食品添加物证，可是我再混一些 B 货给这一些下游业者。那其实很多下游业者，当我拿到这个证书，我知道它是 OK 的，可是它底下可能有2支的这个凝固剂就对，那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那你说中下游的产业和一些店家，他们常常反映都是上游的原料厂在做的时候就加了这些不该加的东西。那所谓有半成品跟成品，它的定义又要怎么分呢？基本上他们所谓的成品跟半成品，应该是像我们这一回的这个二甲基黄这个事件，因为有些人他是拿这个粗胚，拿白胚，就别人已经做好的，已经这个炸好成型的豆干，我拿回家再调味再卤味，那等于是我这边完全没问题，我们选按照食品法规来做。那前端的这个业者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就用了这个有二甲基黄的消泡剂，所以基本上他在半成品都有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每次只要一出问题都搞得很大？因为他们在上游的前端半成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那下游的这些业者，他们算是就等于是误用了，我就买了，谁知道这东西是有问题？那像漂白剂、防腐剂也在是前端的时候就会加进去了。基本上。漂白剂跟防腐剂这是后端的，所以所以这一部分的话是变成各家业者自己在品管上的问题。你如果让你的卫生条件好一点，你就可以让你的防腐剂啦，或者你的保存方式好一点，可以让你的防腐剂、漂白剂之类的就不要去使用。好，非常谢谢詹先生，先初步跟我们说明哈。问题我先请教一下何博士啦哈。其实现在的食品科技是日新月异啊哈，成千上万的合法添加物都可以加。那一样是做食品，一样是食品业者哈，为什么合法可用的添加物它不去做，而要用那些就是正面表列之外不可以使用的添加物？它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跟考量呢？ OK， 在原始的上游的话，其实有时候它是基于它的功能性、效果。等一下我要怎么样做，我可以做出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合法的添加物，它里面就有些限制，包括使用量、使用的种类都有限制。那今天我用了，我希望做的比人家更好，就像刚才讲的，我用我的消泡剂，今天是买我的消泡剂，但是卤出来的豆干，不但有这个消泡作用，颜色又很漂亮。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想要出奇制胜，可是他忘了这个我们食品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从头到尾都要能够吃的这一些成分。以前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那么注意啦，可是现在这2年这个食安的问题在台湾这么受到重视，其实每一个业者实际上从上游开始到最下游，我们都要赶快去检视我们所有使用到的，不管是主原料、副原料、调味料，甚至于这些添加物是不是合法可以添加。因为在我们食药署的网站上它都有公布每一种这个添加物它用在哪里。因为食品添加物的管理跟我们一般的管理不太一样，它是用这个正面表列，就是说可以用才可以用，有说可以用才可以用。一般我们会觉得没有说不行，应该就是可以啊。其实刚刚的业者也跟我们讲到，包括像二甲基黄，或者是黄菊毒素，或者是漂白剂、防腐剂等等等在过去其实都不是新鲜事，可能是在业者长久以来都有变成一种奇怪的潜规则在运行其实不只是现在发现了，早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桃园的大溪镇就传出当时的豆干产业也是一样验出了二甲基黄，所以二甲基黄这4个字的这个名词延续了30年的时间。难道它一直都在存在吗？而且政府都没有发现吗？那事实上呢，我们去访问一些公部门行政机关，也讲到说，做这种食品产业这种豆干产业制品，其实呢，业者的自主管理是最重要。那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工会的理事长，公部门说业者要自主管理在你们自己也做豆腐做了这么多年接触的豆腐的成品、半成品都是非常是如数家珍，都非常熟悉，在自己这一端无法分辨上游给你们的一些半成品或者是成品是动过手脚的吗？很难分辨吗？目前问题会出现在我们防腐剂在使用上面会有一点比较算是没有那么一个控管那么完整有时候会超量，因为我们目前豆干在生鲜这一块是最难保存它的一个那个期限因为在传统市场买豆干它这个买到的豆干它希望是常温的，不希望买到冰的。买到冰的就觉得这是卖隔天的，所以呢，我们在业者这边可能在为了保存期限，会加了一些防腐剂。想要存久一点，就是加了更多量就超标了，对，是吧？有时候天气热嘛，我们这是高蛋白的东西嘛，这还是防腐剂的部分对。不过就这一次爆出的这个食安风暴出来，我们讲这个二甲基黄它加到豆干里面，除了消泡一直泡沫一直不断的增生之外它本来豆腐做起来好像应该是微黄色、淡黄色偏白，那加了二甲基黄以后，再用眼睛来观测是可以看得出差别的嘛？一般我们在制作豆干其实黄豆的新鲜度跟它的那个存放久，它颜色也会变，不是只有加这个东西它会变。其实这一种东西，那个它的那个乳化剂，就是消泡剂这边在使用上面，我们一般不会去说针对那一个去添加那一个产品，所以就是防不到那些违法的人所以这次的二甲基黄其实是业者的一个误用，是误用吗？误用的，绝对是误用。所以30年前有误用到现在这种东西不晓得是几年前才有加这一种东西，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而且像我们卫福部这边他也没有把这一个检验的一个项目纳为检验的一个那个是，所以其实做豆干的这个生产线有的厂商规模比较大，可能从头做到尾；有的厂商呢，它是分上中下游，各个在承接的环节，如果没有建立完全的机制，可能魔鬼就藏在这些关键里面。那从今天的事情表，除了凤跑过后，大家从追走毒牛奶3聚氰胺事件到甲油、地沟油、黑鲜油，一直到现在的我们讲的毒豆干，其实消费者的这个食安信心危如累卵所以才会俩死刑表出来，这些台告为安降 key 姑不论我们现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对我们桃园大溪这个100年的豆干产业产生的程度到底到多深，但是一下眼睛所见的，它整个已经冲击它的这个大溪老街的豆干销售量已经跌至3成了可见这很快的就反映了。那我们退一步来想，为什么有100年历史这么相对产业是成熟的大溪豆干产业，却在这次食安风暴里面不能幸免呢？所以我们从它现在的产业的结构里面来找问题现在的豆干业者可说是百家争鸣光是我们大溪区就有101个销售点做豆腐卖豆腐，那其中呢加入工会的总共有69家制造工厂，也就是说相对有32家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包括其中一部分没有加入工会，它自行生产；二方面是其他地区
包括可能台中、台南或各个台湾地区自己制作豆腐，但是挂上大溪区的品牌这种老字号来卖的，当一旦食安风暴爆发出危机的时候，公部门就要要求好啦，工会你帮我查的呢，就是他工会自己所属辖下的这69家，那其他这些没有管理到的黑数，是不是就会变成形成管理上的漏洞哦？所以呢，在这一次桃园市政府呢，郑文灿市长新上任之后，就抛出了一个议题，想要呢集中这一些纷乱的目前现有的这些食品工厂做豆干的业者哦。在地那么多家的豆腐干业者或者是商家工厂，他们有没有存在长期以来共同头痛的问题？专区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那在地的业者他们的意愿又是如何？来看俩团分析。对每度吸出來，再個切割，拍拍黃黃嘅豆腐乾就做好嘅。一間工廠單槍一日，豆腐乾嘅產量就差唔多有500件，也係唔包含其他嘅投資品。工作人員仲係變磨水用嘅，留透呢烘嘅豆皮執下疊到斜斜，無論係豆皮、豆腐乾還係其他嘅投資品，睇下豆腐乾也得招牌十分出名。有一部分桃園市政府提出新嘅概念，準備去打造一個豆腐乾產業專區。實專區其中一個大工廠體會先前一隻廠體，也就係講地度會包含生產過程、品質控管、污水排放和個行銷管理，也就係講也所有嘅流程呢都會牢記地共用一隻素材集中管理。就像係中央工廠嘅概念，第一類鐵天素材地度對原料進貨稀釋。各個環節都按照天后嘅規則來行，同生產過程透明化，實批向下用、向下來管。專區的共同購買、共同生產，甚至是所謂的共同倉庫，甚至到7天公升污水處理，這一些像污水處理跟進貨，一直是各家業者的痛。家家戶戶每天都要自己起鍋爐，都要自己做污水處理。那如果我們有7天公升的廠，我們有這個共同的污水處理、共同的進料，這些固定的事情，它的成本攤提下來之後，成本一定會更低。這樣的話，它的生產全部，因為在這個專區裡面，原料得到很好的控制，到最後我們就變成申請一個標章。這個標章申請下來的話，就是大溪豆乾特有一個標章。那這個標章的話，就必須要通過原料進來的檢驗、製程的檢驗、污水排放的一個限制的要求，它全部都能做到的話，才能夠得到這個標章。按用嘅包裝市場上實得安心咯，有鋪頭就包裝會得品質安全冇問題係冇？因為現之間呢，所有的食品都有一個檢驗標準，所以豆類是沒有的。那我希望專區發揮它的功能是說，它能把這個豆類檢驗標準整個囊括出來，然後遊戲規則怎麼玩，我覺得這要很清楚的。就是送檢費貴嘛，大家就不想去送檢。那如果公部門沒出來抽檢的話，那大家就久了就怠惰了。出題佬產業之初，能業專區還按算愛工業博物館 DIY 區老賣嘅素材，睇下路結烘店家同來料嘅人想法都冇共用。別的專區吼，他感覺想講，我來個專區就看下先，所以講吼，生意要較好，閣再吼要變得講也推廣專區，大家會覺得很親切。豆乾啊，攏幾十年的歷史啊，你基本上設的地方來講吼，人潮就是會分開。像我們一個是一個老城區嘛，老城區為一個單位嘛，你離開這個老城區就沒什麼意義了啊。像我們這邊是河東。你把豆乾的博物館設在河西，我覺得很奇怪。豆腐乾產業專區概念係有嘅，不過對現素材稀釋，後續還有連連沙沙嘅事情要去規劃。然後突然台海嘅豆腐乾產業嘛，昨天講係台灣歷史之重啊，算係一點有名嘅兩個傳統產業之一的哈。那王副局長，我想要請教一下，像我們做豆乾這種充滿人文，也充滿一種歷史情懷的在地的客莊產業哦，這個當初市政府提出一個產業專區，或者是說這個專區化的一個想法，設立專區到底對這個傳統產業它能夠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我们现在大概有规模上，在量体上大概100多家的这些豆干业者，那有些业者是属于传统的家庭式的等等那些每个人制造的环境都不一样。是啊。那么也希望他们需要来符合所谓的目前食品卫生管理法，以前没有这个法了对。那食品卫生管理法现在新有的法令所规范的这些要件这样的一个厂房的条件恐怕它有它本身的这样条件上的困难。所以硬体你会帮这些厂商都做好在专区里面。所以我们在希望在产业专区里面做一些相关这个所谓的中央工厂或者是相关这个标准厂房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从所谓原料一直到所谓的食品添加物到所谓的到最后验证把关，都一条龙式的来做相关的一个认证那这样我想对于这个金字招牌的一个维护，我想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个这个功能了那你想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解决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工厂厂房用地或种种这些标准规范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不是只有光制造，我们希望说这一块的这个产业依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能够跟这个所谓的观光油气、文化创意等等做相关的一些结合。你这个专区现在已经定案了吗？目前在规划里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是市政府在市长的支持之下，今年是编列大概300万的一个所谓专案的一个规划跟设计费用。那么这个速度也不会说今年只做这一段我们希望大概在4月份、5月份左右能够把相关的一些用地做相关完整的一个评估。那除了完整评估以外，做相关的那个就细项就开始出来。那我们大溪在地现在有100多家的制造豆干的业者，全部纳入吗？有没有进场的门槛？原则上我想既然是刚刚讲，希望透过专区这样的设置真的辅导这些对这个厂房有困难的业者。换句话说，不管是现在有资格的、没资格的，只要你是在这个豆干业者我们都希望能辅导他，第一个辅导他所谓的正常的合法化。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门槛的。目前听下来，市政府这边方面的表示呢，是说希望这101家的这个厂商业者全部都可以纳进到我们的专区来统一管理。不过呢，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专业自己的工厂，他们有没有迁移的需求跟必要呢？但当然还继续在倾听在地业者的声音那我也现在开放到现场，其实我们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在地几十年甚至100年这样这个做豆腐的一个产业的历史的店家他们对于市政府抛出了这样专区的议题，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是期待呢、建议还是什么？来，我们先开放给这位小姐好吗？说这个专区并不是属于哪一个品牌的，它是属于大溪镇的。那进来就是从原物料开始，我们都有经过检测、添加物，一直到我们的末端流程做出来的初胚，就是我们的豆腐块、豆腐片，都是经过这个产区出来的。那至于有人提出说，那后端各家有各个家的秘方，对，那我为什么要让你知道？是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从产区把这个白豆干或是豆腐片拿出去之后，然后各自去加工，加工完之后，你要成为这个产区的产品，必须要再回头再检测过。所以生产的上半段我们可以在工厂集中制作，下半段牵涉到秘方还有各家的能力的时候，就先到外面去做。应该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农业加工区一样，就像我们的农业产销班，它种子播放下去的时候，它不可能把它集中在一起去收成嘛。那各家收成完之后，农业局一定会去检测。对，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控制。那不管你是 OEM 给外厂，对，我们甚至可以扩大到全省，就把这一些我们曾经代工过我们大溪的豆干的业者，都一并从这边取货过去。所以小姐，您的言下之意其实也是说，这个专区你对它的期望不只是招赖现在既有的大商家，或者是已经在地的标的的这些工厂，那些小的零散的也应该一视同仁的纳入。其实一次一次的这个事件打下来之后，有一些小厂的心声是。我怎么做？我怎么做？这样子我做得下去吗？对，这就是必须要有这个专区来帮助他们。那可能到时候产值产量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专区去销售出去，然后给我们这个专区带来一些的利润。对你来讲，其实期望这个专区赶快设立，可是它的设立条件可能是要对大家开放的，好，是积极有效的。好，接着还会再继续请教你问题谢谢。阿伯，请问你做豆干几年了呢？64年了，他一开始就在我们大溪开始做嘛，没有，以前在板桥。板桥后来就到大溪开始做了那这个豆干产业专区好像好几年在桃园之前也曾经被丢出来议题，可是没有成型，现在要做了，你们业者的建议是什么呢？心声。我先问各位业者，那有需要不？有需要的是吧？有需要，我们现在我们有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豆制品这个产业以现在的一个法规啦，光废水处理就不是我们这些业者可以
承担的。现在我目前的废水处理就花1000多万。哇哦！所以我们这些业者光废水处理这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来做一个专区。这个专区它是从源头，从我们的能源，就是我们把大溪石门水库每年留下来漂流木，它没有办法处理，我们把这些漂流木，来做一个大型的锅炉。这些大型的锅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蒸汽卖给我们这些业者，这个省下很大很大的一个能源费用。因为这个豆制品这个废水，它已经是属滤过性的，因为我们的豆干已经用那个布把那个水滤出来的，所以它在处理的过程很多的设备都没有办法把它把这个固形物滤掉。是，还有什么意见要给我们的市政府的吗？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市政府它这个土地的取得，的价位，不要让我们的这个业者却步不前，就是买不起。是，不过我们刚刚副局长是说啦，原则上设定专区以后，这个开放的啦，对业者是没有门槛的啦。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无偿使用的啦。好，我们都有这个。是你的呼吁哈，我想副局长听到，先谢谢你。这位詹先生，我也接着请教你哦，你们是一条龙，从自己原端生产一直到产品末端输出都是自己做？没错。那也有自己的污水的净化系统？有，了不起。是的。那这样子贵公司的规模算蛮好的呢哈。还好啦。那像你们这样子已经具有规格的厂商，还需要进到专区里面吗？其实我觉得，我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丢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站在现在这时间点看，还是站在10年之后看？这个产业要做多久？是，就像竹科，他一开始做的时候，他就把它，因为竹科这些这些电子厂，它需要一些有机溶剂，需要一些气体来洗它的面板、洗它的 IC。那他一开始就把它的气，它所需要的溶剂设厂在里面，直接配管到每一间工厂去。你只要把你家的那个包啊打开之后呢，它来的就是你需要的溶剂，就是你需要的气体。那如果我们站在10年之后来看这个专区的话，如果每一个业者进来的这些原物料，它成本，我的仓库就在中央仓库，就在我隔壁啊，我的污水也在我旁边，我就排出。那你这个东西，它就降低了10年的降低了大概10%到20几%的一个成本。那这个是我们大溪豆干业者以后很强的优势。我们东西出去永远比人家多10%，就是我们的利润或是我们的利润比人家多10%，成本比人家少10%。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看，可能很多业者会觉得负担不起。可是如果我们站在10年之后看，你会觉得还好，以前有做这个，跟竹科一样，只要你做下去之后，以后台中这可能有其他业者可是至少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大溪的特产，一个地方跟一个产品，特别是这种可以一直吃，然后一直消失，一直在吃，一直在生产产品，这是一个真的是100年难得的机遇。那我们既然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应该想说，我们这个专区设下去之后，以后大溪跟豆干它就连在一起啦。是，好，谢谢你哦。从永续的观点来考量哦，把产业集中专区化的管理可能是实现的一个步骤，所以地方业者传出这样的声音。不过工会理事长，我请教一下，这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厂区啦哈。那对于散布在各地里面相对比较零星、比较小规模的这些工厂，他们的意愿大概又是怎么样呢？专区也是我们工会大家。所努力的一个目标，把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一个转型的一个那个永续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我们的市府我们协助我们这些会员把我们的这一个算是整个产业做一个改变。是，所以包括现在可能还在临时登记证拿在手上，还没有完全正式拿到工厂登记的，甚至是一些根本就还没有进入工会，可能还是非法在生产的。希望将来借着专区成立之后，他们可以跨足进入专区这个公部门的管理，他们就可以从非法变成合法，是不是将来可以产业这么做呢？你先协会和央皮股总的继续讨论。
台海嘅條附近產業都挑過都當出名，不過呢最近表出嘅新聞風炮大家都動降，因為從倆條幅都冇辦法果實的係，看看倆下突然市政府都提出了做倆個條附近產業嘅專區哦，我們可以預期得到，將來這個專區如果真的設立以後，黃豆用量需求也好了，整個用量都會激高哈，專區設量更增，平均值來算，現在地的60家工廠哦，每一天每一家需要3000台斤的黃豆用量，所以統計起來一天就要18萬台斤，總共等於一天是12萬噸的黃豆需求量。那將來專區設了之後，如果說這個豆製品產業就越來越發達了，做的豆腐再多，可是我們還會回歸回來一個問題，就是品質還是要好啊，不然生產這麼多的豆腐乾，可能消費者還是不買單。副局長，我先請教一下哦，剛剛其實鄉親朋友們都提到了一個問題哦，就是當然他們對專區是寄予厚望哈，可以改善現在很多的問題。我們對專區要實現它，像你剛剛提到，還有很多的評估跟程序階段要走，大概我們抓幾年的時間，它可以正式成立呢？我們現在是等於是快馬加鞭哈，因為既有我們所掌握的這個所謂相關土地的區位哈，大概有4-5塊左右。那我們做一個比較整體的評估。那剛剛也有業者擔心說，這個進駐的門檻，這個比如說剛剛講的進駐的講直接一點，就是說進駐的這個經濟條件會不會很高啊？那我想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因為所以我們才希望說，基本上是以所謂的公有的土地來作為一個開發的原則。那至於說未來是不是門檻，我們盡量往下壓了。所以往下壓的意思是說，我們這個可能是多元式的一個評估的條件了哈。那比如說，我們可能不一定是用賣的，我們事實上是用中央工廠來規劃設置，那你可以用那相關的用租用的方式，不管是土地或者標準廠房等等，可能是用類似這種租用的方式來做啊。當然，如果他有願意永久這個來永續經營的話，那也可以先租後售的方式哦。整個進度的規劃是說，相關的用地跟整個園區的規劃。這整個規劃報告，原則上大概就上半年，今年上半年就能夠完成。那麼下半年以後就做所謂的相關的工程跟相關的園區的細部規劃。那整個的一個工程啟動，我覺得應該是最慢的是明年的事情了啊。好，這樣子。那我想這個時間上盡量的往前來提前啊。那至於你剛剛講說，目前所業者已經面臨到一些所謂，因為它本身哦，大溪是一個算是一個高度管制的地區了啊。它有所謂的水庫的集水區，有所謂自來水的保護區，有飲用水的保護區，甚至有河川的這個行水區。所以在各種區所謂的區的之下啊。它就受管制的事項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業者你難怪他們要即使花很高的成本啊，恐怕他要做相關的廢水排放都有它的困難度。所以我想這一塊，我目前這個大概最快的方式就是說，介於我們現在目前大安溪流域這個有大安溪地區有大概幾個小型的這個等於是的我們一般的污水處理廠啊，體系已經在這個已經我們現在是陸續在投入所謂操作跟這個納管哈，納管來做污水的處理。那麼希望這一塊啊，因為他們規模其實不大，又是屬於食品類啊，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接納這個由所謂的一般屬於處理家庭，本來是應該事業廢水了哈，那它事實上它比較偏向所謂家庭污水這一塊哈，能夠跟這個所謂污水處理體系啊來做一個整合的處理，我想這個可以比較快速來解決業者他真正的一個困難。副局長提到的哈，是這裡的這個地理環境然後它的用地的條件限制很多，可是就回歸到問題本身，這個豆乾產業的製程裡面哦，其實普遍在地的業者是反映啦哈，豆乾其實啊。檢驗方面的程序漏洞很多，甚至可以說沒有什麼檢驗的標準機制啦，所以才會造成說各種送檢的方式非常的混亂，然後呢，政府機關也沒有辦法強而有力的來解決這方面問題，導致很多在製程產生的非法行為哦，到現在可能都無法遏制，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也來聽在地鄉親或者業者們的意見，請舉手。對於檢驗這一塊有什麼意見要提出來的？那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叫非登不可。那上面你把你所有的東西都登上去之後，那其實我們不管是 OEM 或是說自產的，其實因為我今天還有跟衛生局通過電話，他一直叫我呼籲各位業者，自主性通報這一件事情是，他開後門給你走了，你乖乖的走。所以你覺得現在的檢驗制度沒有問題，非常的好。檢驗制度當然是我希望他每個月都來抽檢是最好，我就不用花那筆費用。檢驗費用高嗎？一支商品如果以防腐劑來講是2000塊，然後以生菌數也是2000塊，那二甲基黃現在降價是2500，所以現在就完全只能仰賴業者自行送驗。你去算算看，我們每家業者的商品有幾支？就我們家來講，大概有60-70支。
所以光是负担检验费，你们都快受不了。对，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基底拿来检一次，然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再检测。对，就是用这种方式。这位黄小姐告诉我们，她自己生产的豆干要自己拿去检验哈，来确保这个品质无虞。可是她能够追回到上面，她得到的是什么原料吗？还有其他业者，你们能跟我们分享？目前现在你们自己做豆干，觉得公部门在检验这一块是不是都没有帮到忙？还是你们又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举手发言的？这位先生你好。我们还是希望说，就是公部门，就是说比较常来检验的话，那我们的产品。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业者，对于这个产品也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常常都是我们自己送检，那送检的话，因为有时候时程上啦，还有时候要求上，还有因为你生产的产品种类太多了，那太多的话，那无形中花费那个费用太高了。那因为花费的费用一高，无形中成本就增加，那成本一增加，就无形中又会让消费者又可能要多花他的钱来买我们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也是一再的呼吁说，尽量说我们做的东西最好就是说都是最好的，检验出来都是没问题的，说因为没问题，我们就会拉长时间，不要说每个月检验。可能是半年啊，或者是1年。好，谢谢你。业者上去登录，事后做好成品又去检验，也花了钱，可是为什么还是频频出事？议员，我请教你一下哈。目前你看到地方政府也好，或中央政府，他们在食品安全卫生的这块检验机制上，是不是漏洞问题很多？那你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可以跟我们分享吗？现在出现一个很矛盾的一个问题点，就是说，今天很多业者他们都很急于想要改善现况，好，但是呢，现在来了，因为法令法规的一个限制之下，哈，然后互相的一个相抵触，怎么说呢？今天我今天很想配合政府。好，将我的厂房能够设立符合我们环保局、卫生局的相关的一个厂房标准。结果呢？但是呢，今天来讲，他想要，因为毕竟来讲，很多的豆干业者，他们本身的那个资本并不是那么的大。你要他去要做这些设备的扩充，那势必要增加成本。那增加成本当中，很多都是去寻求贷款。那来了，那贷款呢，不管是银行来讲话，又会跟你讲说，你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那个登记证来讲，我没有办法贷款给你。那反过来，他又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工厂的这些扩充或者是改善。那没有改善，他变成说两难，我这边既拿不到经费，我那边也拿不到执照的情况下，他们真的是无所适从。所以其实你觉得在地方政府来讲，他们除了做稽查，不过这稽查做的完不完善，那我们还另外讨论。另外讨论，对。除了做稽查之外，同时也应该比较更积极的来辅导这些想要有心做好的人。对，其实这些业者真的他们都非常有心，想要改善他们目前现有的装备哈，现有的厂房的设备，那是碍于资金的部分。那这边是不是说我们市政府能够开个专案？好，专案就是说辅导这些业者，就现在目前急迫性的问题，就是现在将我们的厂房做一个适度的改善。在专区之前，先来个专案贷款，这样对，能够符合卫生局甚至是我们环保局的一些像水的一些排放的一些相等的标准。谢谢议员哦。这次我们大家讲说，我们丢脸丢到国外去了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自己国内检验合格的豆干出口到香港，却被人家验出来它是不合格的。那到底是人家标准高，我们标准低是吗？还是人家有本事查出来，我们没本事查出来？问题我请教一下何博士哦。针对这样的事件，其实国内的学者哦来诊断，目前我们现在国内现行的食品安全的检验机制有4大漏洞了哈。一个呢就是说只验固定的项目，如果是业者违法，他蓄意要添加，就是查不出来，就是网布得太疏了哈。那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食安的整个检验问题，哪里是急需要检讨跟改善的 ？OK， 我想大家的观念要改变了，因为食品安全从来就不是以检验来做确保的。不管是从国际上或在国内，以目前我们在国内，事实上主管机关也一直在改变。主管机关事实上目前在以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讲的话，它主要有三大重点啦。第一个其实反而是教育训练，我们所有的人员，不管是业者，不管是消费者甚至于是主管机关的管理人员、查核人员，都要知道到底我们食品安全要怎么管理。
好，食品安全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源头的管制，加上制程的管理。嗯检验事实上只是在我们在食品安全管制里面一个确认的一个步骤。可是你检验都检验不出来，那我们的信心何在？要放在哪呢？不是，那第二个才是检验，那第三个呢是系统的认证、系统的管理。等于是像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我们要做食品业的登录有人很多会说，是不是登录有问题其实登录是一个最基本的。至少要做的一个门槛啦，至少让大家都已经是资讯系统都已经透明了。今天有问题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追踪，随时可以查核。因为检验毕竟我们是用有限的资源，要对抗无限的这些可能。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去这个一网打尽，因为以化学药品有几千万种啊。好，那这样听起来，我们的法规范也有了，人力也有了，可是为什么这检验制度完全都没有办法落实？这样就算再次补1万个人力，只要他态度不改变，做法不改变，可能事情问题还是存在啊。应该是我们的业者朋友，大家观念要改变。所以像我们这次成立专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我从源头去做改变嘛。不然的话，以我们各自小的业者，我们怎么去管我们的源头？我们去采购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价钱也是一个很考量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嘛。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集合大家的力量往源头去做管制，我今天成立了专区，至少我这个黄豆原料采购，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纳管了？甚至于我可以去查核，今天我去跟谁买，他必须要保证我这个黄豆都没有黄曲毒素。我验一批，我大家都可以用。那目前的话，大概是大家分散了，当然这个乘起来的数字检验费用会非常高，而且还会有很多漏网之鱼。所以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反而是以我们目前等于是我们市政府就用一个系统化管理的一个概念，把大家慢慢的把它纳管。只要进来专区的话，我相信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议题的发展上，我们看到，其实地方业者确实有他的动能，跟他自己想要自我求进步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哈。不过，其实我们的节目本来有邀请到食药署来，不过食药署代表说呢，他不克前来。那他的说法呢，就是因为这次的事件，二甲基黄开始就列入了常规的检验项目。我们看产业不是看当下，要看未来10年，甚至未来的50年。那他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去年食安法的修法，其实对于这种使用未准用的食品添加物也把它修成有刑责，罚得很重。所以其实业者千万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这个以身试法，我觉得万万不可啦。你看像这种二甲基黄，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个夜路走多这个总有会总是会被发现的啦。那对于这个登录呢，如果说该登录而没登录的话呢，会怎么办？我们这个是可以限期改正。信息不改正的话，有3到300万的罚则啦。那另外也提醒这个食品添加物业者，那登要登得正确，如果登录不实，就是罚3到300万。人常说土法不足以自行现在发生这样的食安风暴以后，为了挽回大家的消费者信心，还有本身我们就要自轻自主的管理情况之下呢，刚刚我们的何博士也提到了一点光是罚就能够杜绝所有的问题吗？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本身这个食品产业，它在产业制成的一个体制上的检讨。我们就回归到桃园大溪这个台湾豆干豆腐产业的重镇这重要的发展区，看到目前它一个存在很久，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产业现况呢，就是有很多的临时登记证的这些工厂，他们想要申请合格，却是合格不了我们来看到它目前的现况到底是怎么样呢？68家，其实这样最新是69家已经是得到了合法工厂登记的呢。这些加入工会的呢，加入工会的总共有69家，那取得合格登记的有13家，你看它只占着这其中之一。那通过临时登记证的，还要再加把劲，还要需要一些努力改善一些状况才可以得到合格登记的呢，有15家。那看到申请阶段的呢，总共有32家，所以在整个厂房的比较起来，它还是偏低数还是相对少数的。所以这些临时登记证的这些临时厂房应该是这么说，他们存在很久，也做了很多的豆干，可是他们一直迟迟无法拿到合法登记。这些问题，这些管理会不会在专区跟专案的讨论之前是要先来讨论解决的我来先看一下看一段新闻样片，你的看其实对了到动物该有性强登记应该了解业者，还有了解食品厂商，佢都有嘛个欣赏。是一笔娘娘嘅挑戰，直到以上難，無論係挑戰、挑夫法，亦係挑夫幹，都係用挑為作為。
帮头加工做成各种嘅投资品，也向台湾接送用嘅食材，细细一粒就有当丰富嘅植物性卵白质。只不过制作过程当中，产生浑浑泡泡嘅酸性欧洲水，如果冇好好处理，生态就会受到动态嘅伤害。这个就是我们最头痛的这个豆制品的废水，它流到哪里的话哪个地方的那个鱼类都死了，它里面的那个氨氮肥太高了。最近我们就在这几年我个人就是把它做一个突破，用那个生物菌去把它分解。一条乌乌浊浊嘅水，处理过后就做得实咧。枕头架动有刺激，然后也比水16度，啲架升级工厂底度，处理过后嘅欧洲水就透起生态质。啲桃园太海有68间客家嘅投资品制作工厂，大间建造，不过三唔系大间都有安呢，动有规模嘅欧洲水处理系统。伊都磨钱，也磨梯，钱恐怕有啦，就磨梯做的污水处理咩。污水处理磨做，原来工厂登记做唔得法的咩，本件临时2年3年就会拿起来，又某条路了呀，所以要治本，基本上是釜底抽薪，把这整个他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我把整体解决。那你只要按照规矩，我厂房我基本上都给你盖好，我租给你，后面的污水的排放的水，我跟你处理掉。你基本上就不必单独一家一家去做环评。当到工厂申请合格登记证冇通过，但问题就系出伫处理欧洲水有关。桃园市政府提出豆腐干产业转期嘅想法，按照要对青年头嘅原料进口、生产到亲密嘅欧洲水排放，用中央工厂嘅模式集中来管理。因为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水源保护区里面，所以呢，他们要经过很多关的一个算是审核蛮严格的他们急需的就是说相关的单位能提出好的一个场地啦，让大家进驻的话，那是大家最乐意见到的啦。规划专期邀请业者来进驻，桃园市政府希望一摆就解决豆腐干产业整体嘅问题。只不过专期县蔬菜有读到太海部分地区系水源保护嘅蔬菜，当业者蒙地也想法做得夹做到，唔好抢起最高听听。其实呢，突然台海的豆腐干产业有几个时空背景当年也是因为这里的水好质好，所以就开始发展出了做豆腐的行业。不过现在呢，我们从它的地理条件来看，后来时空的改变，有了一些法令的限制以后，它可能很多的发展上都受到了一些钳制。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区块呢，其实它是板新水厂的水源保护区。那么呢，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个蓝色区块呢，是石门水库的水源保护区。那这个黄色格子的呢，就是以前的大溪镇，现在的大溪区。我们看到90%的土地其实都在水源保护区之内。那水源保护区对土地的保护限制是相当高的那看到这一条蓝色的溪，就是我们桃园的大汉溪，我们的大溪老街就在这个位置。你柳杨改手材这个以大汉溪东边呢，我们叫做河东；西边呢，我们叫河西。所以看起来河西的这块大片的土地，现在是没有在水保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可能将来设置这个10甲以上的这个产业专区是比较有可能的。不过问题我就要请教副局长，现在业者有很多反映，大溪老街已经是我们既定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的老街区、老城区如果真的要说将来你那个专区还要有行销观光的功能，最好就在这里。但是现在受到这样水保区的一个限制，这里将来会是你们选址的范围吗？那将来如果选择在这边如何做连结？那如果不是选在这边，而是选在这边有地利之便的，你们能够突破现在的水保法规吗？基本上是所谓的，刚刚讲你为什么跟所谓老街这边有没有什么冲突性？我们希望说有点像店跟厂是吧？这有点分开的，有点分开的，有点分开的。所以基本上目前的一个营运形态其实并不妨碍。那至于那个厂区又是专区的部分，我想其实把所谓观光、文化、创意等等这些做一些相关的结合。那当然基本上是以水产为主要的嘛至于这个产区能不能符合相关的一些刚刚讲保护区的一些规范跟要求，我想这个是需要有地方政府跟中央来做相关的协
协调跟突破的。哦，原来还有协调突破的空间哦。地在场的议员对这样，其实在往年桃园在地就抛出这样的议题了，是不是针对？我们先请我们的杨议员哈来跟我们讲一下，其实现在地方居民最担心很多的厂商他们无法再升级，都是因为这无法解套。我要帮我们大溪的所有乡亲们说句公道话哈，实际上我们刚所面临的石门水库的水质水量保护区，甚至于我们板新水厂的水量保护区，实际上都是大台北地区200万人用水的安全，而影响到我们大溪才会受限。对，所以说刚刚所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受到水质水量保护区的问题。那如何来缩编才能够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那刚刚我想副局长特别提到，除了中央来检讨我们相关的新水区之外，我个人长期以来也一直希望，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从石门水库所谓的水量保护区这边做个专管专用，引水到直接做个专管做到板新水厂，让它的受限能够缩小。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大汉溪两边的地面上的土地不要限制这么多。对，因为为什么要限制？就是因为他怕我们水污染以后，底下的板新水厂的用水的人的安全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源头上面做个专管专用，水可以直接做个专管直接引到板新水厂的话，相对的帮我们大汉溪的受限能够缩小的话，我想这水质水量保护区受限缩小的话，对于我们整个未来的开发才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部分对我们地方来讲，水质水量保护区真的是我们目前大家刚刚所谈到的，都真的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先谢谢杨议员哈。那么李议员，我也要请教一下哈。就我们现在这个现况来讲，未来哈可能在法上，地方跟中央可能还可以协调，议员们也都很关心呐哈。那不过呢，讲到这个地方产业那么多的业者对专区原来是寄予厚望的哈。那从地方民意来讲哈，其实你们觉得这个专区其实希望能够督促也好，或者是期许政府也好，可以做更具体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黄豆所生产，这黄豆它是一个有机的一个它所产生的一个废水也好，或者废料也好，等等都是属于有机的。所以事实上它的污染，事实上是如果以我们船柜公司所设置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事实上是可以把污染，甚至于可以把水的一个洁净度变成像翡翠水库一样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完全回收再利用，是完全回收再利用，而且它事实上是没有污染的啊，没有污染，而甚至于它可以做所谓的循环再利用的时候呢，那它的整个冲击面呢，对环境的污染也是到最小的情况之下。那事实上，对于水质水量保护区，如果我在环境的部分可以被控制，那么我们难道不可以受到水质水量保护区吗？所以我是觉得这是。环保单位跟这个跟经济部啊，可能要全面去重新去思考不同的产业别，它的一个产业规范的一个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不同的思考？是，好，非常谢谢议员你的建议跟分享啊。问题我先请教一下理事长，家家户户都在做豆腐，有101间之多哈，每个家户都要自己排放他们在生产豆腐过程制成的那些废污水。如果说就我们自己做起哈，在专区真的将来成立之前，那现在各个厂都能够改善自己的排水系统，或者说净化水质方面，来符合现在一个地理施工条件，做到自己零排放，或者是完全回收，或者是在这个排放污染环境方面可以降到最低，对这个产业的永续，刚刚相信提到的，是不是有帮助？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我想我们业者目前所面临的也是这个最头痛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啦。公部门如果能把我们有一个专区给我们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一个愿景。这个产业的一个专区呢，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高质化的一个产品做一个推动。可是现在专区就还没有成立耶。这是我们是一个往后推的一个那个，目前所急需做的就是说，把我们工厂的一个环境及那个废水的一个处理做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一个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统整下来，今天讨论的安动燃料改采购还有污水改排放，原来就是在地这100年产业那么多家的这个豆腐干的产业业者，他们最头痛的问题。要讲到事件规模不显冲，还有其他朋友会讲的吗？这位举手的先生，我们希望这次政府是完整的，希望是完整的。请在座的3位议员，也帮我见证，因为有电视录影，希望他能够完成，让我们这个豆干业者的一个共同的愿景能够完成。那第二个就是做一个专区，未来要怎么处理？是业者来认购吗？还是说用租的，或者是租了以后可以，以后如果买的话还可以
那个租金可以抵那个承购价。详细的配套内容早点公布出来。对对，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哈，来及早做规划，因为要重复投资，现在要做紧急的处理，要投资一笔费用，未来要承租或是购地，那需不需要费用？那这个也当然希望我们也希望议员能够支持这个预算的通过。如果政府有想做的话，初期的资金是不是让议会来支持我们的县政府？好，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吗？来，在工厂就讲很需要讲政府做天修啊，讲来上来豆干专区啊，大家都是很期望这样子。上年度了前做条幅管也做一多年了啊。我做他们2-30年了。哦，嘛按旧咧吼，他肯定系去甲不下嘅工厂去甲做系冇？个工厂用煮的啊。哦，用煮的啊。系啊，做这个政府就讲上来就讲安尼个8000800多安尼工厂用人煮的，没办法啦。环境卫生方面哦。当然，工业方面按照要求按照工厂送符合公共卫生局啦，都来送。去甲做到阿蛮辛苦系冇？系哦。所以希望人摆到转去到两天，公部门做得做。系啊，都咩做只送个专区啊，这个增加安尼个环境啊，又系讲本人来看到讲工厂送所以短时间你都愿意，你愿意迁徙，愿意搬家，也要进到专区。系安样哈。哦，感谢那个欣赏你抢错。那个阿爸，这位先生你好。好。我都希望政府呢。对上级的那个原物料要这个把关的要做得好，才会下游的这些业者在不知情之下误用到，很容易受害，然后害到大家的生意都做很难做，这样子有损失会很大。是，希望呢政府把它这个上游的原物料呢要尽量的那个管控的好，这样子。好，谢谢你，这位先生。好，议员，是不是最后还有一些建议？以上呢种种的部分来讲的话，我是在这边再一次的呼吁啊，再一次的建议我们桃园市政府哈，有几点的话，我相信刚才很多业者也提出他们相对的一个心声了哈。那在这边的话，我大概做一个整合。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都希望我们的检验标准要一致化，对，哈，不要说你今天这个月我检验5项啊，下个月我心血来潮我检验个10项，好像他们业者真的是无所适从。那是那个检验标准要一致化，第一点。那第二点的部分，是不是由我们公部门来主动来去做检验、去做抽验，免去他们自己去找一些业者。那这些业者的检验出来的那个报告结果，其实也不见得能够让我们大众能够去信服嘛，对不对？那是不是由我们的公部门来主要提供这些检验的一些单位或者一些检验的项目，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解除我们大众对这个食安的部分的一个疑虑啊。谢谢议员提出来建议，我们请副局长来做回应。今天的议题我们都带回去，那包括刚刚讲几位议员所表达的那这项配合的措施，包括像那个资金，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市政府目前也有对这些中小企业或者是这些比较需要一些协助的我们有所谓的那个叫做信保基金跟一个中央的一个信保基金的合作计划，因为那样规模大概10亿左右的那样规模，那未来如果有需求的话，还可以再扩大。那是不是就针对这些需要就真正做专案的投资来改善整个生产条件的这些厂商的需求，我们来做一个评估跟规划，那是不是把这样的一个项目纳进去我想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了好。非常谢谢副局长。其实讲到突然台海那个做条幅棍嘅100年3年再一次擦亮它的黄金招牌，下一个100年当然从底下都系2只起点，也非常感谢大家关心持续嚟关心大家议题，希望佢做得成功，也行到冲冲救救。